4月开始咱国内就要起电价，所以提升能源的效率是愈来愈重要。目前能源3法中的电业法、再生能源发展条例拢已经有修正。专家学者嘛呼吁讲，政府应该爱针对能源管理法，赶紧来提出修法的版本。国内民生产业电价起价，敢有可能缴的电费不升反降低。专家认为，提升能源使用效率会当变成解放之一。能源技术服务商业同业工会指出，关电火、调悬冷气温度、汰换老旧设备，节能效果有伊的极限。要进入节能深水区，必须要导入查核的制度，系统性管理。会员厂商有的因此节能2-3成，不过议员希望有政策工具的引导。政府如果必要的时候，该动用法则还是要动用法则，才能够符合，要不然好学生拼命做，坏学生不做。能源服务业者呼吁，政府应该推动能源管理法的修法，和节电甲绿电是同款重要。我们认为未来应该是要把节电跟绿电同等重要的看待。透过修正这个能源法呢，让大户有更大的责任。款团指出，像百货公司敢有开适合的温度，便利超商敢有冷气外设，能源法修法就会当规范，要求业者来公开资讯，嘛建立查核制度，确保业者有落实节能。搭配这2个部分的话，才能够让能源管理法成为去落实所谓的深度节能里面的重要的这个政策工具。国内能源3法、其中电业法、再生能源发展条例拢有进行过修订，只剩关系到管理能源效率的能源法还未修法。专家甲立委呼吁经济部佮有行政院赶紧提出修正草案，来提悬能源使用的效率。记者林建文、吴家宝台北报道。